近来疫情渐渐升悬，各政府机关、企业单位陆续开始启动异地办公。台南香格里拉远东国际大饭店提供上班族一个无受疫情影响、设备俱全的办公场所。异地上班的一个政策出来哦，那我们饭店呢也因我们的商务客人的一个需要，那在饭店的客房这样子一个舒适的空间，那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房间可以容纳1至3个人的一个办公哦，那每个房间我们都可以配置，例如说。有矿泉水，那每个桌子的一个间距呢，在室内空间至少都有1.5公尺以上的一个安全距离。那进出饭店也会由饭店的保安人员会进行客人的实联制，然后也会量体温，然后每个进出也都会有一个清洁的一个动作，那确保我们的进出的客人都是在安全的一个环境下，能够达到提着电脑只要轻松上工的一个环境。那这个方案呢，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推出了。那也陆续有接到一些企业的一个询问，那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提供兴趣非常的高。办公室服务时间为早时8点到暗时6点。办公室除了拥有私人的专属空间以外，静坐期间，还会当免费使用饭店提供健身房以及公共空间。饭店大型的规划，让来这办公的民众。有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，在工课休困时间，还会当欣赏到5册饭店顶级的美丽风景。就是很棒，就是整个更升级，因为我们可以整个看到就是台南市的风景，然后又在5星级饭店里面工作，这样对，所以就是那个感觉很不一样。因为现在疫情状况的比较不稳定哈，因为星级饭店的管制也比较严格一点，那出入口的体温量测，让我们在这边办公也比较安心。那相对的提供的各种服务。跟如果说异地办公的话，这边的一些，比如说无线网络或者是其他设施也比较完整。饭店提供客房方案以及会议室方案，针对无同的房型，提供一日计费的服务，提前为疫情上摆的打算做上好的准备。台南新闻张硕维、刘品言采访报道。